我諗未來亦都會有好多人咧係嘗試係去影響呢個大數據模型去學習嘅方法，或者去獲得信息嘅來源，係希望咧可以透過咁樣咧係影響呢個大數據模型俾出嚟嘅結果。但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咧呢一樣嘢係咪能夠做得到，因為真係唔知道。而家呢個係一個黑盒嚟嘅，其實係啊。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我哋一定要係有自己判別呢個事實嘅一個嘅能力。咁 AI 咧帶嚟咗好多嘅機會啦，同埋好多嘅生產力嘅一個嘅快速提升之外咧，事實上咧亦都會帶嚟一啲嘅新嘅風險。以後咧 AI 咧可能會成為好多人咧係獲得知識嘅第一個嘅一個窗口。可能尤其是一啲係年青人啦，或者小朋友咧，佢哋又可能咧唔會睇書啦，甚至亦都唔會係用 Google 呢啲嘅搜索引擎，而直接咧就係會係問 AI 獲得佢哋想要嘅答案。咁所以 AI 提供嘅知識究竟係咪所謂咧係中立啦，或者準確，就係非常之重要。而呢度咧存在一個風險點咧，就係而家嘅大數據模型，佢嘅無論係佢嘅訓練方法啦，定係咧佢訓練嘅時候所採取嘅原始素材咧，事實上咧都唔係完全透明嘅。所以我哋唔係好肯定知道咧點解 AI 咧係會俾出佢俾出嘅答案。我哋當然咧係唔可以假定佢俾出嘅答案咧一定係完全客觀、中立同埋真實。我哋而家現存人類社會嘅一啲偏見，因為咧已經係大量咁樣咧散佈喺互聯網啊或者等等書面嘅信息入面咧，我哋 AI 學習我哋人類嘅總體知識嘅時候咧，亦都將呢啲偏見咧係即係吸收咗落去。所以我哋要盡量咧係減少 AI 自己本身嘅偏見咧，為我哋帶嚟嘅一啲嘅誤導。我諗未來亦都會有好多人咧係嘗試係去影響呢個大數據模型去學習嘅方法，或者去獲得信息嘅來源。係希望咧可以透過咁樣咧係影響呢個大數據模型俾出嚟嘅結果，但係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咧呢一樣嘢係咪能夠做得到。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有一個重點咧，就係話我哋一定要係有自己判別呢個事實嘅一個嘅能力。我哋一般人咧用呢啲 AI 產品咧，都係用一個網頁端或者係手機一個 App 上邊咧一個對話框咁樣咧，去同呢個嘅大模型去做一個嘅互動，從而係得出我哋想要嘅結果。因為好似頭先講過啦，我哋而家咧唔係好肯定知道咧呢啲大數據模型咧究竟係用乜嘢嘅素材係進行訓練，咁所以咧我哋唔係好肯定咧究竟用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影響到呢個訓練嘅結果。其中咧，大家可能提得比較多嘅咧，就係一個數據安全嘅問題。我哋好多時咧，為咗係使用 AI 啦，我哋會將我哋好多嘅個人重要嘅一啲私隱嘅數據啦，或者公司嘅機密數據咧，都會輸入咗去一個大模型入邊咧，希望佢係幫我哋做一個分析，俾我哋一啲建議。咁究竟呢啲上傳咗嘅機密或者隱私數據，會唔會係被呢個第三方去竊取啦？又或者會唔會咧被呢個大模型公司攞咗嚟去做進一步嘅培訓咧？咁呢一點咧未必係咁清晰嘅，有一定嘅唔透明性。有一啲嘅 AI 嘅網站啦，佢就可能會寫得清楚少少咧，話你輸入嘅數據係佢係唔會用嚟做進一步嘅學習。咁你可以選擇相信佢，亦都可以咧選擇係抱有一點嘅一個嘅即係保留。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都建議咧就係話，唔好輸入一啲太敏感嘅信息，盡可能咧將一啲機密或者係私隱嘅信息咧係做一啲嘅處理，即係話咧唔好將自己名係寫入去，可能你咧我叫劉芳，咁可以寫劉先生，諸如此類咧，咁令到我哋嘅個人嘅信息咧就唔會係咁容易係洩漏出去。如果我哋真係想影響佢輸出嘅答案嘅話咧，就必須要咧係自己私有化咁樣去部署自己嘅一個嘅大數據模型咧，再進行一個微調。因為我哋而家咧平時一般人用到嘅 DeepSeek 又好啦，或者係 ChatGPT 又好咧，都係一啲一般性嘅模型，佢係為咧普羅大眾大部分人咧係設計嘅一個通用嘅模型。但係如果我哋係想呢個模型咧係熟悉自己嘅行業或者自己領域，甚至咧係熟悉自己公司內部嘅數據嘅話咧，咁就需要咧係同呢個模型咧做一個進一步嘅一個定制化嘅處理。最簡單咧，可能就係用一個 prompt engineering， 即係話一個提示語，即係你問佢問題嘅時候咧，有一啲嘅技巧啦。呢個係最簡單，亦都係即係開發程度最少嘅方法。
但係如果我哋想再進一步咧，係增加 AI 嘅效能嘅時候咧，就要考慮更加深度嘅一個嘅介入嘅方法，例如係可以用 API 嘅接口咧去做一啲嘅自動化嘅一啲嘅操作，係叫電腦咧係自動咁樣咧俾一啲嘅指令咧俾呢個 AI， 又或者咧係可以咧將呢個嘅大模型咧連接去我哋自己專屬嘅一個嘅數據庫入邊咧，令到 AI 喺考慮答案嘅時候咧，都會考慮到我哋自己公司內部嘅數據。如果我哋想呢個大模型係更加深度咁樣係去學習到我哋自己信息入邊更加多細緻嘅即係精髓一啲微妙嘅地方咧，咁我哋可能就要對呢個大模型咧進行所謂 fine tuning 嘅工作。但係 fine tuning 咧就係需要嘅專業知識同埋呢個算力嘅資源咧就會比較多。所以自己公司如果想考慮係咪要定製自己嘅大數據模型嘅時候咧，可以考慮咧係擺喺雲端啦，定係擺喺本地去部署，又或者咧係使用一種雲端同埋本地部署相結合嘅混合方法。咁咧呢個係各有優點同埋缺點啦。一般嚟講，擺喺雲端嘅話，可能咧成本就會低啲啦，但係咧可能嗰個嘅計算嘅速度亦都會有少少嘅延時。本地部署嘅話咧，就要自己要有芯片啦，亦都要有專用嘅機房啦，亦都有自己嘅維護嘅技術團隊啦。咁呢方面嘅資源嘅需求咧就會比較大少少。當然啦，喺設計自己嘅 AI 定製嘅架構嘅時候咧，仲要考慮到例如網絡安全啦，或者本地嘅政策法規呢啲因素。咁事實上呢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課題啦。我喺公司咧亦都喺呢方面有比較多嘅探索。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一齊係討論一下呢個問題。我亦都相信咧喺嚟緊呢一波 AI 嘅浪潮之下咧，香港係好有條件咧成為提供呢個嘅 AI 定製化方案嘅一個中心。咁我哋公司 LifeSync Robotics 咧就係做骨科嘅手術機械人嘅。手術之前咧，我哋就同呢個病人啦做一個 X 光或者 CT 嘅掃描，跟住將呢啲掃描嘅影像數據咧輸入去我哋嘅導航系統呢個軟件入面之後咧，就會生成一個嘅手術方案，協助呢個醫生咧將需要做嘅手術器具咧放置入去一個精準嘅身體嘅位置，從而咧就做到一個微創手術嘅效果。咁我哋公司入邊咧都會用到好多 AI 嚟從事我哋日常嘅工作嘅。除咗日常嘅文書處理可以用AI 大數據模型之外咧，編程嘅人員啊都會用大數據模型咧嚟做一啲編程嘅工作。咁咪可以咧大幅度咁提升我哋 programmer 去寫 program 嘅效率嘅。同時咧，我哋機械人嘅研發入面咧，我哋就除咗用呢個大數據模型之外咧，我哋仲會用機器學習嘅方法去處理一啲動作嘅數據。因為咧，我哋要監察呢個醫生嘅動作同我哋嘅機械人、機械臂嘅動作，從而咧係可以分析點解佢哋要做呢啲動作啦。而希望最終咧就係我哋機械人咧可以學到醫生做手術嘅手法。我哋而家手術機器人嘅 prototype 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已經咧係同緊幾間公立嘅醫院咧係進行緊合作，做一啲臨床嘅測試。